也下位还有人敢开书店，真好打没有？不过也有因为一群勇敢实现梦想的人，独立书店陪台湾，能变做特别的风景。同样龙潭后生的两公婆正肩负风雨水，过好看书，也过好往书店。2、3年的明日旅行，和中秋路视察的环岛，以看台湾各地的书店。也因为龙潭品质无书店，伊能家庭爱自家来开。睇公务员会到去嘅乡下田丘城，屯边嘅行嘅卡拉 OK 传堂，整理做过爽朗温馨嘅书屋，如安名做强港意图，希望表达出顺应天然、用心工作、好好过日的理念。光光亮亮的书屋图风，睇下到有人啲嘅有讲有笑。摆到斜斜嘅书架后，用等一本一本印到讲嘅书，内容对神法文学、艺术书到一般书店当小卖，坊间同贴片嘅土地刊物都有。按安言嘅环境，上人来也看书，全看不出也大嘅热人钱，行行人食酒听路嘅卡拉 OK 传堂。是因为网络的书比较没有办法，就是直接去碰到书的质感，所以其实后来慢慢啊，比较常去看一些，例如说，普通书店或者是图书馆的书会去翻一翻，对，然后会来这家店，纯粹是因为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它开幕的消息，所以我们才说，在龙潭在地的，我们就过来支持一下。很多客人就是他以前来这边唱过歌的，他后来再进来，他就说，今晚看他唱歌，我讲没赛题，我今晚看册，他说哦。那厉害，那也在干呢，那厉害，就是他们会很惊讶，我们怎么会想要在这边开书店，然后怎么有办法改成这样？用老式的口架器同附近内小好的玻璃的风气，锁定不摆出温馨的书店，系风雨水同家乐观的梦想。希望创造一类类亚的人心情会同此彩的图书环境，和安利一类同好堂的名的强港意图。有一次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看到，就是有一个建案，它是写情根语读，然后它的副标就是用心工作，好好生活。那当时候我看到这个看板，我觉得我好感动，然后我也很我觉得很感叹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不能用情根语读这样的生活模式在过生活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就是一个很巧妙的缘分吧。对，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这是客家人的祖训，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在过日子。风雨水本单地台中係做企劃。自家出動好圖書，開店前同家老公請太爺五路出去往書店，爭結婚愛明年，下個係內面唔相喜，2、3年中秋4點茶嘅呢個台灣，去看過一間又一間嘅獨立書店。因蜜月旅行都會出國啊，去哪邊了啊，去親講嘅地方啊，花錢啊，你哋，你都想講，你都無效去做嘅呢，佢咩無效出國嘅，我想我咩無效，我就想。嘅你蜜月旅行，我用嘅較有意思啊！人就是講，無來看規頭嘅話呢，獨立二手書店，你個書店去請去看人用嘅做，人呢剛用嘅，你一天賺來幾冊在點書，阿媽講奇怪，你咩去蜜月旅行用嘅賺來幾冊書呢？你就講出去看書店天天啊，冇去那邊。2、3年嘅條路出動天鐵。想要開書店嘅想法，都冇因為無限汽車標題，一直到風雨水，為到愛土生人呢，同公司搶約應價，2、3年開始真實咩？有可能老夢想做到冇？當然，我們開書店一直沒有想說要賺大錢，但是如果存的錢不太夠，我們真的不太敢開這樣子。那因為一方面是就是我帶小朋友。就是請孕假，後期請孕假，然後帶小朋友，然後
之后我就没有想要再回台中工作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就鼓励我说，反正在转换跑道嘛，所以就是看要不要趁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。因为你都亲爱看书，都知道开书店是挺幸福的事情啊。你就想讲，好，你因为佢透过去做企划，所以规则规划你就佢本来是佢从下要做的，吼，佢就应用佢企划的能力，吼，企划能力佢就想讲按用的规划，吼，然后天天来做。佢挨就去食行所去上班，前以前还上班，我就想讲，好，我就有时间就等于天做。夏天爱开书店，龙潭种海的天然风景，喺丰裕水量公坡、心肝跳度，亲像我嘅开店环境。不过骗人做生意，喺哪较多人就哪去开店，也就唔系安尼做。开业店定嘅都系天球，为按有信息，喺认真加到按多年来看到嘅现代人很用嘅买书。到底厉害人爱上嘅去用嘅书店？你用安样去出发，像你两公婆用嘅书店，你会上嘅去，喺都市里边也系唔系都市里边，唔系两问题。喺几搭书店有乜嘅特色？会厉害人他好看有特色嘅东西。你要有特色，佢才会先去看，先去看，佢才会可能佢才会买书。晴天的时候你可以在外面走走，对，或是晴天的时候你可以在外面好好努力工作。但是雨天的时候，或是你有空的时候，你可以来这边看看书。或许你没有办法每一天都过晴耕雨读的生活，但是你来这里，我们希望给你这样的感受。为了爱讲大创业风险，加到提案参加今年的文化部文创产业创业计划，得到50万元的创业基金同营运补助。不过创业难，卖书行较难，加出的装备唔但将吃到也生理难做。行卡挂掉的，係加到一樣嘅工業嘅。先前咩要燒啊？你燒講你唔係做戲模啊，按偏僻啊，你又唔係講當都市，你想講燒啊？捱咩燒啊？夾爸爸咩燒？夾公咩燒？夾鋪咩燒啊？有誒，基本上佢要挺強啦，上到兩站本來上班上好好嘅，前面一道研究所没读到读题，佢就知道你头一档好研究所啊，你下有嚟开书店，在做木箱，你到底在上乜嘢？一道一道经练跑书嘅，本但对木箱全唔晓得嘅真功夫，比到一同不用听完成梦想，贴片拜师傅学术语。店度的书开也要一马三七家来做，希望上到的创业本钱，每条过实际去做，会表达出书店的人文精神。你书店出情根与读嘛，情根我知道了出代表一种情根，唔该唔系讲挨花钱去买你的，我自家来，我天时好，我就从头个年天时好出去做事，我就。为了来到书店我就有时间我就做，冇时间我就像按不呀，冇办法做做生意，要看看书安样去。我知道安样去，拢上班出去冇强用啦。两公婆的坚持，天天得到武康人的认同，本但咬咬细细的草皮中庭，啲家爸子底下也下强悠悠的，家妹妹同家到天土生意呢，也下开店杂工业。已经有一道菜天民众为其高干，家条对梦想爱完成，就行卡有信心。我觉得也就是印证我们的想法，是我们开店之后有很多社区的人来，然后大家都很惊讶我们会在这边开店，但是也都很开心。他们说哇，终于在这边有这样的店，因为他们以前要逛这样的店只能去台北，对，这边完全没有。但是我们很开心听到客人这样讲，对，因为。就证明我们做的事是有价值的，而且也是有市场的，只是以前这个市场没有被创造出来，只是大家都觉得不可能。
干无言客，方玉水细心细意的留搭本书出抢来，认真也总伫爱写书，韩国对看书的热情，也晓上的两公婆，真唔惊时代改变的挑战，伫家乡打造人生的梦想，也见书店未变作菜地的文化新地标。